約翰福音第6章。後來耶穌渡過加利利湖，又按到提比利亞湖，有一大群人聽等佢，因為佢哋看過佢異象嘅神跡。耶穌上山，同家學生向下坐等。這時猶太人嘅盤果節未到咧，耶穌昂頭，看到一大群人來到佢嘅面前，就對腓力講：我哋愛去那位賣食物，本了人吃飽呢。佢講呢個話係愛試驗腓力，佢自家已經對愛樣板判理。腓力回答：就係用200元錢去買餅嘅，每一個人本意思咧也唔啦。另外一個學生就是西門彼得嘅老太安德烈，老耶穌講：因為有一個細阿哥嘅帶5隻太麥餅，然後2枚魚，仲係讓為那本按多人呢？耶穌吩咐佢哋講：向大家坐落去。嘅地方有千多座，大家就坐落去，但唱男人約有5000。耶穌拿起餅嘅來，感謝上帝後，就本坐等嘅人，也係按樣本，大家全部得到所需要嘅。佢哋吃飽以後，耶穌吩咐學生講：將所存嘅餅碎全部攬起來，唔好打掃。佢哋就將5隻太麥餅嘅碎，就係大家食存嘅攬起來，總共裝滿12隻籃呢。大家看到耶穌所行嘅神跡，就講：呢個人一定係個愛來世間嘅上帝。耶穌對佢哋愛來佢，強迫佢做王。佢自家一個人要上到山頂去。臨暗嘅耶穌嘅學生來到湖順上船，向湖對面嘅迦百農出發。這時天已經暗，耶穌還忙來到佢哋嘅位，忽然起狂風，波浪濺急，學生搖槳。大約行5-6公里，看到耶穌在湖面向船行電過來，就親觸驚。耶穌老佢哋講：係我，唔是驚。佢哋就歡歡喜喜接佢上船，船即時就到目的地。第2日，留在湖對面嘅一大群人，想到原來嘅位只有一隻小船呢。佢哋對耶穌並冇同學生向下上船，佢哋學生係自家離開嘅。有幾隻對提比利亞來嘅小船呢，停在湖邊，就是做感謝後本餅嘅本大家食嘅地方嘅附近。呢群人發現耶穌留嘅學生冇在嘅位，就上船去迦百農尋佢。佢哋在湖嘅對面尋到耶穌，問佢講：先生，你幾時來到呢位呢？耶穌應講：我實在老你哋講，你哋尋我唔係因為看到神跡，係因為有食到餅嘅，有得到飽足。唔好為到為腐爛嘅食物操勞，愛為嘅存到永生嘅食物打餅。呢食物就係人子愛書本你哋嘅，因為人子係阿爸上帝所認證嘅。佢哋就問講：我哋愛做乜嘅？真算係做上帝嘅工作呢？耶穌應講：信上帝所差來嘅，呢就係上帝愛你哋做嘅工作。佢哋又問講：按樣你愛行乜嘅選擇？我哋都看來信你呢，你嘅工作到底係乜嘅呢？我哋嘅祖先在曠野有食過嗎哪，像聖經所記載嘅，佢將對天堂來嘅糧食書本佢哋食。耶穌講：我實在老你哋講，唔係摩西書本你哋對天堂來嘅糧食，只有阿爸將書本你哋嘅對天堂來嘅真糧食。因為上帝所屬嘅糧食，就係嘅對天堂降臨，將生命書本世界嘅。佢哋講：先生，請常常將呢糧食書本我哋。耶穌老佢哋講：我就係生命嘅糧食，到我呢位來嘅永遠唔會飢，信我嘅永遠唔會渴。
總係我說老你哋講，你哋已經看到我，還係唔信。凡係阿爸所賜本我嘅人，攏總會到我倆未來，到我倆未來嘅，我絕對唔會棄絕佢，因為我對天堂下來，唔係按照我自家嘅意思行事，係按實行嘅差我來嘅旨意。嘅差我來嘅旨意，就係愛我保守佢所賜本我嘅人，連一個也唔會失落反轉。我在每日愛使佢哋復活，因為阿爸嘅旨意係愛本所有看到來嘅並信佢嘅人得到永遠嘅生命。在每日我愛使佢哋復活。猶太人因為耶穌講，我係對天堂降下來嘅糧食。就暗中議論講，兩個人敢唔係若是嘅來嘅耶穌嗎？我哋認識佢嘅耶愛，呢下佢樣敢講，佢係對天堂降下來嘅。耶穌講，你哋莫暗中議論，那唔係嘅差我來嘅阿爸吸引人，無人會到我倆未來，到我倆未來嘅，在每日我愛使佢復活。先知嘅書記載講，大家人會得到上帝嘅教示，所有聽從阿爸要接受假教示嘅，攏總愛到我倆未來。你也唔係講有乜人看過阿爸，只有對上帝嘅未來嘅真看過阿爸。我實在老你哋講，信嘅人就有永遠嘅生命，我就係生命嘅糧食。你哋嘅祖先在曠野食過嗎哪，還係石頭，總係佢對天堂降下來嘅糧食，係愛本食嘅人唔會死。我就係對天堂降下來嘅屬生命嘅糧食，食了糧食嘅人永遠唔會死。我所愛屬本人嘅糧食，就係我嘅肉，係愛本食嘅人得到生命嘅。呢個話在猶太人當中引起激烈嘅爭論。佢哋講，呢個人用本做得用自家嘅肉，本愛就信呢。耶穌老佢哋講，我實在老你哋講，你哋那唔食人子嘅肉，飲佢嘅血，你哋就唔會有真嘅生命。食我嘅肉，飲我嘅血嘅，就有永遠嘅生命。在每日我愛使佢復活。我嘅肉係真經做得食嘅，我嘅血係真經做得啉嘅。嘅食我嘅肉，啉我嘅血嘅，佢就在我地背，我也在佢地背，兩者相做一體。完整嘅阿爸有差派我也因為佢來生。同樣，食我肉嘅人也愛因為我來生。呢就係對天堂降下來嘅糧食。呢糧食唔係像你哋嘅祖先食過嘅，佢哋食嗎哪，還係石頭，總係食呢糧食嘅人會生到永遠。呢條話係耶穌在迦百農會堂教示人講嘅，好多學生聽到呢條話就講：呢教訓安硬，萬人聽得入耳。耶穌對嘅學生暗中議論呢件事，就對佢哋講。呢話對你哋嘅信心有通希望，那係你哋看到人子身上去其原來嘅素材有樣板呢？本人生命嘅係聖靈，肉體係無物嘅路用嘅。我老你哋講嘅話，會使你哋得到屬生命嘅靈，總係你哋當中有人唔信。耶穌做手臂那條人唔信，萬人會出賣佢講。所以，我說老你哋講，那唔係阿爸嘅恩賜，無人會到我倆未來。對嘅時期，聽佢嘅人當中有好多人退出去，無愛再聽佢窮下去。耶穌就問佢12個學生講：你哋呢？你哋也愛退出嗎？西門彼得應講：主啊，你有完成嘅話，我哋還愛聽乜嘢呢？我哋先一啲，你就係對上帝嘅未來嘅選擇。耶穌講：我敢唔係見證你哋12個人嗎？總係你哋當中有一個係魔鬼。
耶穌這句話係指加略人西門嘅拉嘅猶太講嘅，猶太係12個學生嘅一個，就係後來出賣耶穌嘅人。